將軍澳係一個現代化、設備完善、人口稠密嘅新市鎮，區內現時約有33萬人口，有充足嘅購物及社區設施，並擁有一個高效率嘅交通網絡。由於高樓大廈林立及高密度發展，令將軍澳缺乏個性特色。幸好現時區內仲有多處未發展土地，可以提供機會改善將軍澳嘅面貌。政府喺2002年中開展咗一項研究，目的係要改善將軍澳嘅整體設計，並提供一個更高質素嘅居住環境。呢項研究進行初期，政府提出多個發展主題，諮詢公眾意見。主題1提出一個唔需要填海嘅發展方案。主題2同主題3則着重擴展市中心南部，以及闢設一個廣闊嘅海濱區，用作消閒及康樂用途。從收集所得嘅意見顯示，公眾普遍希望減低人口密度，增加區內休憩空間同消閒設施。大部分意見傾向將主題1嘅基本設計概念與主題2同3建議嘅海濱發展概念結合。喺呢個構思下，一個嶄新嘅發展建議就此誕生，為未來嘅將軍澳引入全新嘅生活面貌。為滿足市民嘅期望，建議嘅發展計劃會加強綠化環境，喺新市鎮內廣設公園，並與廣闊開揚嘅海濱區互相連接。透過增建景觀廊、公園及多條綠化行人通道，以增強新舊區之間嘅連接性。另外，計劃會大大減低新發展區嘅密度，並建議將已復修嘅堆填區發展成為廣闊嘅消閒及康樂用地。建議嘅住宅、商業同社區用地將會包括私人住宅、學校、政府及社區設施，同一座位於地鐵將軍澳站旁嘅商業及娛樂中心。整個市中心南部嘅發展以市鎮廣場為中心，北面會與中央大道連接，直達地鐵將軍澳站。中央大道係一個行人專用區，兩旁設有商店同埋露天茶座，風景優美，係市民聚會同活動嘅好去處。市鎮廣場向將軍澳海灣伸延，連接海濱公園。呢度會闢設一條長達1公里多嘅海濱長廊。呢度環境優美，可供遊人散步、消閒同欣賞海灣景色。另外，林林總總嘅購物商店及餐廳，令海濱公園及長廊顯得更有朝氣同活力。海濱長廊會同河畔公園相連，河畔公園旁係中至低密度嘅住宅樓宇，低層嘅零售商店及各類型嘅食肆為河畔公園增添生氣。旁邊嘅水道可以舉辦各類型嘅水上活動。河畔公園北面會發展一座綜合消閒中心，可以提供合家歡式嘅康樂設施。河畔公園將會有2條設計獨特嘅行人橋，同已復修嘅堆填區相連接，方便行人往來同欣賞水道嘅景色。堆填區會發展為戶外消閒康樂用地，其中包括一個水上活動中心。位於北面嘅百勝角將會發展為低層低密度住宅，以配合周邊綠化嘅環境。調景嶺將會開闢更多活動空間，低於地面而建嘅 P2 路上空將會闢設綠化行人平台，與海濱公園相連接，為高密度住宅區增闢更多綠化空間。發展計劃會保留通風廊嘅概念，以便透過開揚嘅休憩用地走廊同主要道路促進空氣流通，改善區內空氣質素。樓宇高度向海邊方向逐漸遞減，造成富層次感嘅發展高度輪廓，增加視覺效果。另外，透過市中心嘅觀景走廊，令遊人可以遠眺海灣嘅優美景致。位於市中心南嘅西面係文娛區，包括新政府合署、大會堂、圖書館同郵局。文娛區橫跨 P2 路，經行人天橋連接調景嶺。呢度嘅設施包括地方法院、公共貨車停車場、警察局、消防局、救護站同診所。整個文娛區嘅設計
將成為象徵進入將軍澳區嘅門廊。連接九龍嘅西岸公路將改名為將軍澳藍田隧道。公路經 P2 路連接市中心，由於 P2 路係低於地面而建，將可以減低交通噪音對鄰近民居嘅影響。富設計特色嘅跨灣連接路連接將軍澳海灣東西兩岸，為繁忙嘅工業車輛提供一條繞道，從而減低對市中心居住環境嘅影響。其他輕型車輛同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利用區內道路網絡直達市中心。透過行人天橋同行人專用區，令區內行人同車輛嘅流動更連貫流暢。另外喺主要道路旁邊，亦會開闢單車徑設施及提供充足嘅單車停泊處，方便使用單車往來嘅市民。呢個將軍澳區持續發展計劃建議，能夠創造一個更具吸引力同埋富有個性嘅新市鎮。經重新設計嘅將軍澳南區，將有更多休憩同康樂用地，為居民同遊人提供一個更受歡迎同更有活力嘅地方，從而提高整個社區嘅生活同消閒質素。